乡亲朋友，大家来一共下做运动了。今日玉梅老师带嘛个运动本呢，带嘛个动作呢，跟手脏脏又可以做运动，多好啊！佮多幸福啊！有福报哈！做的看到安尼节目可以做安尼节目，又可以安尼分享安尼瑜伽2000多年来嘅瑜伽嘅传承啊！故说呢，玉梅也手脏来。那个野味嘛哈，太感人，不管是男生女生啦哈，男美女婚姻感哈，太感人。最大的问题是讲，哎呀，我肚子怎么越来越大了？啊，野味怎么越来越粗了？哈，做什么呢？弄印来印去呢？干嘛？跟那内围啊，我内唔多诶，跟那勾啊，我勾不到了。随着年纪的增长，哈。因为的老，因为的，给年纪大，那个新陈代谢就变唔好诶，新陈代谢就变差，就会囤积脂肪，囤积赘肉。故说呢，除了侧伸展，他也是练动多了，好，没好动多诶，人家做嘛做扭转，好，要扭转呢，可以按摩人的肠胃。像玉老师哈，从练瑜伽都要哈啦。当日天数一天迄量多3多，还正常诶。好，故说乡亲朋友要有个概念，你做的排毒，好，你做的排出去，大家是较多排较少，有冇？好，然后玉梅老师呢，今日要做迄强化人的野味个都市，好。我讲当好笑，我来录瑜伽节目去啊，是跟广播人制作人谈讲，哈，我讲较太巧的吼，那个镜头会吃得太巧，我说2礼拜试较少，结果试较少没用，试较多没用用，因为当日做安尼挺痛啊，而瘦就很难，因为保持安尼肌肉的安尼能量的哈，好，也很抽胀咯，抽胀来，先抽胀来，好，吸气的时候手往下推，脊椎往上。好，吐气的时候哈，四步走后来啊，走上来，骨盘走上来，好，听听呢，按呢挪过来，好，右手跪着嘞，好，右手动一下两个左脚，好，左手呢先不用多，等的后背，好，慢慢的左手你看哦，两个椅背呢哈，你看抓着它，好，慢慢的吸气，吐气的时候，向下走哦，你向下走。身体你看膝盖，骨盘不要动，膝盖大腿并好，不要动。好，慢慢的转过来啊，从哪里开始？到哪里开始转？腰部。好，然后呢，肋骨、下背、上背、肩胛骨、下巴、头。好，扭转，吐气。好，然后你肚脐很收进来。好，肩膀要放松哦。好，慢慢的。好，挺多压了哦。挺多压，吸气，吐气。好，慢慢的转落去。好，你这个后过去先转来，这最后边你们下巴过去，然后先下巴回来。好，慢慢的转来哦。好，肩膀回来。好，手放松，好，慢慢的吐气，推一下太气，吐气。乡亲朋友，扭转的概念哈，做迄安尼，拧毛巾有冇？转个安尼，转毛巾啊，转面帕，跟面帕很特别洗身洗好，迄么转走来，洗面洗好，迄么转走来。安尼转的时候，迄唔会安尼黏叠，有个湿气，好，安尼。大概就懂潮湿安尼，你扭着来，晾上去一挂好，你就知道讲，下次再用的时候就懂舒服。好，故说那个扭转啊，就是那个拧毛巾的概念哈。故说呢，身体是新的家，那个身体呢，腹卡哈打扫得干干净净，有嘛？腹卡收到呛哩，当你出门就想要做腹卡。然后看呢，然后身体呢，哈，身体健康，抬头挺胸，好，慢慢的，这心就唔会黑白的，现在动多烦恼啊，动多个安尼念头啊，
你就唔好，你这个随时就是要动清静。好，记得咯，人家问片的哦，做数你可以按呢，手轻轻握拳，开一个，动一下，吸气，好，慢慢的转过来，好，胸用啊，也会旋转，好，肋骨、横膈膜、肩膀，好，数来了，有用灯呢，好，抓一下椅背，好，慢慢的吐气。记得咯，你脚唔好停停高起哦，你个安尼扭转这么还强哦。好，慢慢吸气，吐气，够转过来。乡亲朋友，你都完成事以后，你会感觉要酸更酸，你与你的酸痛同在，与你的感觉同在，就是最享受的，与你的享受同在。好，慢慢的吐气，够。改一下肚子，这个数过来。好，慢慢的啊，同样啊哈，下巴轻后转移，好，下巴回来。好，慢慢的手放松，好，慢慢的吐气。好，手张来，好，调息一下，安尼有当舒服嘛？好，真嘅，有做就有功德，有做就有收获，好，有做就有快乐，有做就有健康，好。呀，玉梅老师佮重新讲解到啊，哈，转起人家脚，要知道讲哦，我当下咯，你就会也会停过来，安尼你咩冇转到诶，好，你安尼转了安尼，也跟扭转那个安尼幅度就看冇咩，好，故说你那转起哈，一个转的重点就是你要手张来，好，用个骨盘手张来。要这个地方不要动，好，这个地方不要动。你手张了以后，你这样慢慢的从下背开始转到上方，好，从下背，你看腹部，要肚脐眼来收进去啊哈，腹部、肋骨、胸部、肩膀、下巴，好，你有按你要按那板凳面做的，按那板凳面做的，好，按那板凳面做的，好，要两个参给按那毛按那顶好，好。手张来，好，慢慢的吐气。好，吸气的时候脊椎往上拉直，吐气的时候不用放松，不用放松。你要懂投入呀，这样的动作，懂投入，懂享受。好，慢慢的同样啊哈，下巴下颌轻后过去咩？转来去下颌先转来，好，点头先转来，好，肋骨、穴位。都抽上来，好，一个动作呢，动强动好，好，对人个排泄啦，对人个穴位啦、带脉啊，都可以做到动成。该到啊哈，你看抽上来也唔好停动啊，也唔好音乐哦，板凳，好，要扎树先板凳，好，安尼板好些呢，脊椎往上拉，唔好安尼东倒西歪，好，同样哦。下背同样也，刚刚老师讲过，玉梅老师讲鸦片，全部转过来，最后下巴转过去，肩头不用放松，吸气，吐气，好了，下巴先转来哦。好，瑜伽呢就是慢慢的做，瑜伽呢就是。训练人哈，好吐气，训练人的身体个心哦，有耐心，好训练人较有修养，好训练人呢可以某个事情呢唔好安尼紧张去烦恼安多，好，人做变化式咯，人竖成一个安尼 L 型，好，同样身体手张来哦 ，L 型去要打开来，唔好 L 型变安尼 ，L 型打开来，好手张来，好慢慢的吐气。师傅丑好了，丑张来哈，最好食得得人听，丑张来，人张会吃到个哦，你当可爱，好当健康，好慢慢的转过来，好牙牙树可以变动牙牙给安尼等呢转，好慢慢的吸气转来，安尼当强哦，树张唔好跌下去，咩唔是卡太高，你这树张平的，你这个稍微宽一下，好慢慢的转过来，吐气，你就发现讲。你那冇等的吼，冇椅背可以不板的话，你用膝盖能量哈，慢慢的吐气，你会吃到讲还费力哈，好，没可以握拳啊，
好，你们可以安呢，你们可以挺通啊，挺通啊，你可以轻强强啊，挺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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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。好，你们可以做变化哦，你做变化去哈，安尼来过来，脚抬起来，好，来过来，脚抬起来。啊，安尼就很困难哦，好，你看很困难，有没有吐气？吐气，吸气，吐气，吸气，吐气，吸气。啊，你这次都看有变化，好，慢慢的吐气，吐气，吐气。好，最后一招哦，好，你当一招，3年以后，大家听到了客家电视台同玉美老师讲有进步嘛？要给秘密哦，秘密他给你哈，他大本最后一个动作秘密，脚尖踮起来，哈，脚向右边，竖向右边，安尼。像跳舞一样诶，有冇？安尼要当强哦，哈！右片、左片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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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右片、左片，啊，吐气比较强松，有冇？你做起个哈，做安尼动作的时候，脚趾头向右边，哈，竖向左边，安尼还没扭转，你也会还没安尼转，好，安尼你就唔会。腹部长赘肉，好没有维度，你野味会变得野味黑野味，身材黑身材，好，很清美哦，你们很棒，哈，记得咯，这3个扭转这3个动作咩？哈，板凳，哈，流行个后背的动态的动作，好，会不会知道讲啊？身体规身那个手起来，野味没知道讲，吃的东西有消化的。某次吃的讲啊，肚子胀胀的，吃的东西好像不消化的感觉，哈。做好以后，你会知道全身瘦瘦的，你下先歇困一下，休息一下，做深呼吸，放松。乡亲朋友，继续来。做运动努力哦，享受哦，健康哦。好，玉美老师呢，坐垫本做扭腰、转腰的动作。起垫哦，要可以做到当深层哦，要做到当快乐哦。你看，起垫哦，你看安样的腰转啊，人家先脚，脚安尼，哈，右片、左片、右片、左片，安尼呢就转到野位，有冇？它转到你的胯，转到你的髋关节，有一个负担哈，你就可以看这样的姿势哈，我看正确没哈。故说呀哈，玉美老师呢，教大家讲用的，你脚哈，唔要出行，哈，就是动手安尼行嘛哈，就是安尼一个姿势呢，好，你假使讲安尼交叉，哈，胯部安尼转的时候呀，人讲推头骨安尼。太脚臂，哈，转骨，哈，那你刺激佢按摩佢就看唔会老化咩？你记得吗？因为老师讲，有刺激就有囤积，哈，囤积什么？囤积你的骨质密度，囤积就会累积那个健康财富，哈。好，陈一美老师来哦，然后板凳两个餐桌，板凳两个旁边，板凳两个椅背哈，两个右脚抬起来，好，不用多两个左脚。唔不用多做脚的时候呢，每天来到前面 ，inhale boy， 人家边那个肌肉就会来到开层，好，到鸦片以后呢，好，这样不用去了，可以先按呢，做暖身有冇？前点，后点，前点，后点，你看按简单的动作，其他人就不愿意做，你都现在健康，要花钱去健身房呢，不见得没哈，你都卡就可以哈，加分脚啊哈，也还可以，好，分脚点踩，点踩，点踩，好，听听呢，后背，好，前面，后背。啊，因为老师说一下有吃的，你有吃的讲，很轻松呢，很好玩呐，像玩游戏一样的呀，有冇？好，前面你看，前面，后背，前面，左片，后背，后面也会有转动哈，你看4个面向，哈，
2、3、4，哈，转来，有冇？1、2、3、4，所以安尼啊，画圈圈，好，你安尼一片顺去的哈，你要做个哈安尼动作，你就会动轻松诶，有冇？你就会吃到动轻松，行一下，你就会吃到身体就瘦起来啊，哈，啊，除得个哈安尼之外呢，负担担呢，哈呀，好，画圆圈，好呀，还没同样都呀，野味给都是这个安尼力量，好，右脚抬起来，往左边，前面后面，往一前呢，好，最后让用那个髋关节那个胯，好，画圆，有点的奔赴啊，好，又可以强化那个腿的肌肉的力量啊，好，go反方向哦，安尼。好，安尼迄面也野味要转到的啦，也髋关节、胯啊、脚要挺通到的啊。等下人家做个动作的时候啊，才会较顺发，唔会安尼硬高，好挺通，动不了安尼。好，慢慢不用强手。哦，很顺哦，拍，做好迄个动神员呐，好，你就要拍，好，安抚他一下，安慰他一下，辛苦了，你最棒，好，大拜多跟你的身体说话，跟你的身体对话，身体不能好好的用，唔能理所当然，好，你要付出的嘞，好，胸提起来，弯片了，左脚抬起来，好，右片放起来，放一拳，左下右上，左下右上，左下右上。同小朋友，能够都讲到啊哈，1、2、3、4，好，go反方向哦哈，1、2、3、4，好，不用扛手，哇，好酸，好舒服，你就拍，按摩，好，松啊，好，人家做后面呢，人家用腰部，用野位下8丝，写一个8字哈，你提正，好，脚打开来，2个髋关节的宽度哈，推右边到后面，往前推左边到后面，有冇？安尼一个8，你差不多8，安尼还没野位。有鬼有转到，右片、左片，你可以抓住扶等的安尼，右片、左片，好，右片、左片，你做开，你做起，你会吃得很开心的哈，有冇哈？推右转后，推前转后，有冇？右片，你从这个地方推到前面，转到后面，好，安尼。安尼很多腰部斜疤哈，也会下8丝，安尼也会哈，你带脉啊，你身体就是可以转到动层，安尼吐气，有冇？前面后背，前面后背，前面后背，安尼你的腰部斜疤，从下做哦，乡亲朋友，你看起来吃到讲安尼转起来吃到安尼也会转到动态的弧度，有冇哈？安尼做，好，也会前面后背也好反方向了哈，反方向，从安尼压片前，但还系压片前，也还左片压片前，压片后，压片前，压片后，有冇？前面后背画一拳，好，前面身体都正中间，往前蹬走，好，画一拳，好，吐气，画一拳，吐气，画一拳。好，慢慢的按你做，好，你就知道动强手。好，你假使讲，前面你会按你扭来扭去，你就扶正。好，同样按你做，同样按你都扶正也得的啊。好，斜疤，按你也会动神啊。好，你假使讲，唔是扶正等的，你就可以参加玉梅老师按你做。扶正等的迄本讲固定那个前面哈，
嘅上半身看唔会摇摇晃晃，好，也还做好迄个放松放松放松，好，也还腰斜八，个你个画圈圈，呀这个画圈圈，嘿，玉美老师最喜欢的动作，已经搞大家做动多摆哈，你看手凳起张了，跟手凳做跟起凳做同样的效果，你这种缝片，你西耐都耐手。你到哪里做到哪里，人到哪里，好，瑜伽运动做到哪里，好，同样哈，往前、往右、往后、往左，同样按呢绕圆圈，同样按呢也会绕圆圈，好，然后因为太部分人就会同样就会按呢摇晃晃，有按呢椅背哈，不能板凳，你就按呢，好，按呢也。上半身不动，好，肩胛骨固定好，好往前，也会刺激人的带脉，好，各位人的腰部、髋关节、下半身全部是做到的，压这动作是非常非常舒服的哈，按你摇晃，好，正转反转，好，个反转哦，记得哈，压这动作哈，假使你都坐到办公桌，哈，腰酸背痛啊，坐久去的哈。你坐一个姿势走过去，你就强强的先张开四个哈哈，你就小圈圈，张开四个哈小圈圈，好，张开四小圈圈。因为一美老师不是扶的，扶到我讲你看不清楚，好，张慢慢的大圈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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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都卡，我搞的迄玉老师搞的方便瑜伽哈。你假使讲，做到进阶，身体会强松些。一美老师最后个带较沉的伸展哈，也还没拿喜马拉雅瑜伽传承那个基本功、基本动作，上半身打开淋巴的基本动作。好，一美老师看到哈，打开了，吸气扩胸，好，往外往上，好，10个手指头交叉。好，对了，那就侧边崩空，按呢，好，往前，往右，往后，往上，吐气，好，按呢，你看哦，也会去做较大的幅度的伸展哦，右，后，有看到我也会没有？真都按大幅度，加上手又较强哦，好，go反方向哦，左偏，好。绕一圈，看下也会哦。绕一圈，好，吐气。好，前面手掌要并好啊，手掌并好，还强啊哈。你手掌会打开来，把肩胛骨是某按深层了哈。好，慢慢的吐气。好，该到了哈。你看到前面，都左片，后面来到也会全部来到了。好，向后面。好，向右边。好。结束去要记得向前，膝盖微弯，吸气松了，好，吐气，不用放松，好，调呼吸一下哦，好，乡亲朋友，给身体啊，还有非常大的潜能，有动态的潜力啊，你去开发它。你一点一滴的累积起，是他们存钱的哈，700元、100元、1000元、1万元，一直累积，就会有财富嘛。人家健康的嘿啊，自己去累积自己的财富，哇！你们都做得很棒，大家乡亲很厉害哦。我们大家一起健康，一起幸福，安子生。